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7日，诗篇89篇28节安尼讲：我要对伊持守主爱到永远，我甲伊所立的约一定袂改变。三甲来祈祷，对阮持守主爱到永远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甲永在的上帝，阮投靠伫你的十股下，要通有你的保护甲看顾，来安然经过。主啊！你是温柔佮怜悯的天父，你用极大的忍耐，爱阮无惊伫歹，活倒转来归于你。你怜悯阮的软弱，少年阮伫卑微的位，拯救阮脱离最歹的手，互阮通伫你的内面安稳徛在。主啊！石头会烂，海水会干，人会疼，袂改变。独独你对阮的疼，永无改变，因为你对阮应允讲：囡仔敬畏你的，你对因持守主爱到永远。你甲阮所立的约一定袂改变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对咱应允，伊持守伊的主爱到永远，对咱的应允永无改变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